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你敢处理人无拄啊好，去到急诊室，人客人急诊室内面是大踢人，单床等甲是2、3天，警察无当遐洗衫煮饭遮尔啊惨，健保总业啊，佮其他的即个风险，敢无爱改进嘛？今仔日4位专家好好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大病院急诊部主治医师赵富元。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北区会员杨慧婷。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民生病院总院长陈文忠。主持人好，全国观众大家好。那么第四位金健康总经理洪素卿。平民好，大家好。那么继续咱就来关心，病院内面急诊的人是人塔人，那么搭甲是搭车，那么健保署呢要来调整了挂急诊的这个费用，另外甲着护理费的这给付的标准，健保署按算讲要来修订新制，甲这个急诊留院观察的诊查费用甲护理费用分开来算，另外嘛阁要来放互来互你有通来提早出院的规定。健保署26找急诊医学会甲社区医院学会等医界团体参详健保的急诊支付标准，未来要安怎调整？即马确定的是，未来急诊诊查费甲护理费会分开算，依照减伤分类分列个别的费用，考虑到它的合理性，所以至于最后会调升多少，我们会参照在这个住院跟这个门诊还有病人的这个严重度，会再跟这个相关的急诊的这些专家们讨论之后，才会提出来。这一笔钱你是怎么运用的？是算在总额里面，还是没有算在总额？那如果是算在总额，一样钱是到医院的口袋里面，不会到我们这些护理人员的口袋。健保署表示，除了调整急诊支付标准，嘛会调整留观床支付标准。因为急诊患者若是需要留院观察，即马敢若给付护理费，无医师的检查费。未来会参考大院的模式，调悬急诊留观床护理费甲检查费。为即马健保给付来看，急诊观察床头一工病房费甲护理费加起来差不多844块，较无900块。第二工开始加剩较无310块。有医师认为，急诊医护的付出甲给付实在差伤济。针对健保署所寄出调高给付的对策，那需要设立监测指标来看是否能够发挥实效，会不会更加分配不公的一个情况。未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记得这些给付的调整，还是必须要以护理人员的这个薪资，而非奖励金真正有调升为一个核心的一个目的。健保署署长赵宗良表示，未来要求病院爱加人佮加薪，而且是调整薪资，毋是发放一届性的奖励金。一定4年会投入100亿预算，2万家护理人力拢留掉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我相信真侪观众朋友看这个新闻大吼，看甲无啥，敢若知影讲是敢若钱无够，吼，咱若钱来注落去吼，人就有，你就免等。代志敢有遮简单？我刚才看到吼，这个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吼，这声明稿啦。第一，讲吼条件有4个，这个护病比例伤悬，吼工作伤重。第二，超时过劳。第三，职场霸凌甲权益受损，吼破病也无得休困。第四，跨科调动资源，吼真正增加风险甲压力。所以呢，要求采取行动，内面5条，一个哦，尽速3班护病比入法，而且严格执行着劳基法甲职安法，吼，袂当有超时，吼，嘛袂当过劳。第三，提悬着健保费的即个护理给付，好再对着病院的点击来拍击，一点变做
0.9啦，0.9啦，0.8啦，安尼吼，啊，佮有改善劳动条件，民众应该尊重医疗人员吼，这应该是咱来讲的吼。不过我要先问，这赵医师吼，赵医师长期拢伫急诊室，你感觉急诊室是安怎上基本的吼？因为真侪观众朋友敢若知影讲，我去急诊哦，那等足久的。上主要的原因是啥物？这个问题真大，因为我是讲人来来看了稳定了，你尾啊可能爱等病床，这是第3段啦吼。所以讲一般来讲，以台湾来讲，等的时间虽然有当时有可能会等到1点钟，但是大部分拢是在几十分钟以内拢会当解决。这个是无讲真久。检查创啥，一般来讲几点钟以内，大部分的病人拢原来会当处理。所以会等足久的，一般是第3段，就是讲等病床。单层，这是大部分的人的经验是安尼。那这次会产生的问题，因为这是应该新闻是对一位急重症的这个医疗协会的这个成员伊写这个名册，去互记者提出来问，我后来才知影讲，真侪这个，尤其是这1级的教学病院吼，内面大概拢7、80个啦，80个啦，100个安尼，这个情形是特殊，特别以早无安尼，还是事常？我以前我是唔敢讲啦吼，我对民国80年开始做兵倒来就伫急诊，到即马第34档啦吼，逐档差不多拢是即个情形，但是讲伊的内容有一寡变化，但是即个问题我看一直拢伫，可能会愈来愈严重的看法。我是讲大家感觉就不满的，可能主要是讲因为这问题愈拖会愈严重。所以会变成大家即个反应才强烈。我小等还阁有即个经营改善的院长吼来甲咱讲，但是我先互即个护理师来讲者。恁这写了真明白，这意思是讲急诊室内面是安怎人爱等来等去，有真侪人就是人手无够，大家无爱去，是安尼遮简单啊？吗？还是讲无啦？恁遮的人破病拢头一个拢爱先去即个教学病院，无要先去倒位安尼？有，其实是人手嘛无够，过来一群病人同一个时间拢总来病院看，尤其是过年的时阵，因为过年的时阵门诊搁有外口的诊所拢无开，所以大家拢齐起来，拢去急诊。过来迄个病人拢毋知影讲伊破病应该去看倒一科。大家拢嘛讲去急诊上紧，因为急诊的医生上知影要看什么科，要为倒看，为倒先迄个治疗，所以急诊的医生上知影，所以大家真的拢嘛去急诊，这是主要的部分。过来为什么阮会做无用的？是因为一个病人，阮爱处理这项代志的。比如医生讲，这个可能爱注一个点滴，你想怎抽一个血？你想？伊爱抽偌济血，我着爱摕几条管爱去抽，可能爱抽10cc、20cc， 摕物件嘛无共款，所以迄嘛爱去找。搁来点滴，伊讲要注倒一项，我嘛爱去找讲点滴，即马进前毋是讲点滴有欠吗？生理实验室毋是讲有欠，阮爱搁家己调配，家己配哦，家己配药啊，家己配药啊，对，家己配药，因为欠药啊。所以阮爱家己配啊，阮咧无用这个叫杂事，毋是真正讲阮较早摕起来的直接甲病人调去哩注射就解决啦。就头前迄个准备的工课，那么头前以早头前这准备的工课，是有人会替恁处理好吗？无，因为阮是为迄个柜子里面拿出来，提出来。倒去哩，调去哩，甲病人调去注射注好就好啊。搁即马毋是啊，拢分开的。药无，所以医生就讲无咱调配另外一个药所以就搁伫遐配药配好了，搁拄我讲的遐前置作业有无？拢爱甲
背后交济了，较挂伫。安尼即咱头一个当理解就是讲，护理师毋是咱看，敢若注射安尼遮简单尔。所以我以我家己亲身为例啦，我一年差不多爱走差不多3摆去诊啦，有一摆吼真失气，3、4天吼无上便所，全截掉，无法度，已经安尼上要挡袂牢，去到急诊室，咱人就咧急啊吼，一等1点钟，人伊就真正咧无用啊！你甲约个迄个护理师边哦，拜托你会当生活我家己钱吼，我后来等袂赴，就安怎去药房买？咱就想讲，我咧戆，我是安怎一时爱走去急诊？真侪人其实是安尼，但是我要来请教着院长吼，院长根据你所在，最近即个急诊的塞车，上主要的原因是啥物？我先声明啦吼，我毋是跟他做经营阶层，我咧台大急诊部服务10几年，我做过食护员的主任。是。病人来到急诊有几个方向，一种是稳定转去，这上简单，大家无代志；第二种是足严重，随住院，这嘛无代志；第三种是入来以后需要观察，还是需要住院，但是病是要这么急，这就是急诊部即马上大的痛苦之一。咱即马先讲入来，因为咱台湾现在入来患者遮济，先讲结构性因素了吼。结构性因素就是咱台湾没有分级医疗。第二个，又要求急诊，袂使拒绝病人，所以你就是讲我困袂去歹，互你看。袂使甲你拍转去。你嘛都来看，讲网啊电你嘛都来看，这是基本的要求。所以你入来的人自然就增加，这个结构性因素，嘛有迄个暂时性因素。过年大门诊无开，所以更较严重。第二，今年佫算运气歹，流感、诺如，天气佫寒，中风、心脏病拢增加，就是讲结构性因素又有时间性因素，所以拢做伙。这人要住院呢，阮出口是住院嘛，对吧？这住院嘛出问题，因为即马因为实施护病比，我们全国护理师不够，无法度开床。政府要求你无安尼都袂使，袂使，阮只好都爱小可减一寡床，你变做上不去，来又多，接大呀，当然即马政府有要求各病院吼，尽量话门诊收较济起，会当解决一部分啦。但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哦。一旦出来安尼，你要门诊，你要骨折要开刀，你脊椎疼要开刀。你要做心导管，你要癌症住院诊断治疗，病床就这么多，A 吃多 B 就减少。你先登记等的，我再打电话叫你来。对，没有办法，所以根本之道在于整个投资不足啦，导资不足。真的，今仔日护理师有满意的薪水，有满意的工作待遇，因都会转来啊。这个牵涉到啥？即马健保叫大家先安怎拍扑啊，90几分，2个上大的因素。头一个俗便宜，第二方便。所有个管理拢知影，你要俗个方便，品质就无可能伤好，因为你就无遐侪钱嘛。但是这2个健保局深知的民众，所以赞成健保的，甲健保赞声90几个行为者，所以无啥敢增加经费，嘛无啥敢限制病人的就医自由。这重要的问题，这取得全民共识。我整理一下，这个院长的意思是讲，你来，我唔敢叫你登记啦。袂使。对。违法了。无敢违法啦，伊去投诉卫生局，而且来纠正我们。会去用纠正。第二就是讲，无以后，无你就门诊加收一寡，但是门诊加收的时阵，你就要照班来排队。可能佫接到门诊哦，但是即马卫福部所开的这个药方安尼敢对？加强医学中心的病床调度，听起来真美好，但是有调会来，调袂来，我想嘛是真困难吧？是不是安尼讲？不是，事实上，即马人住院一般的病差不多50%有急诊住院。若要问讲什么大啦、中间啊，20-30%，
伊门诊伤强，门诊医师足侪，我要给你开刀啦，要做导管，要诊断癌症，足侪，对吧？所以出来有决心会当提高急诊里面的，哦，是会改善，但是都要注意哦。即摆上困难单位拢是一寡共病，足侪病，老岁仔、中风、都综合性的肺炎，啊，一旦住院吼，一大就是2-3礼拜。足久的。啊，你做人讲今仔骨科开刀有要住3工，所以你就住一个这个患者会耽误7个开刀的病人。啊，做心导管，一般3工就出院，啊，就做安尼，心脏跟心导管就少做8台10台，所以资源分配要考虑，不是偏回一边，不然就会有其他问题会跑出来。哇，这里听起来真复杂的，啊，去第3条，个提升民众分级的就医资讯啊，这说起起来，这敢有效啊？这算我30当开始做记者就咧讲这件代志啊。对啊。啊，你看敢有改善？拄啊，咱总医长讲的哦，毋是跟生上呢。我正好有写着一个啊，我过记甲足清楚，是一个疑难的。伊迄个是安那去急诊，伊讲因囡仔去算啊，啊去有网啊定着，啊网啊定着嘛整一愈，哎，感觉迄愈甲平常无啥共款。手较碰卡碰拍。较大愈，啊，开始无做大愈，伊就去急诊，讲甲我看卖这有要紧无？哟。啊！你要运顺煞，甲迄只网仔砸来，无我知伊定咧有严重无？你因为系啊，伊正伊网仔定来，伊咧看急诊嘛。啊，所以我讲，这30当来，咱一直甲民众讲，你即摆也无讲足紧急，毋是足严重，咱是毋是莫去大病院的急诊？可是因为伤方便啦，阮兜隔壁就大，我是安尼走去较远的诊所，是毋是？伤嘛感觉为什么呢？所以第一个是咧足方便的，第二个是拄我讲吼，其实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安怎讲？因为你想看觅啦，咱进前哦，较早年前迄个健保多出来的时阵哦，其实真侪诊所暗时嘛看，礼拜6啊、礼拜拢有看病哦。所以你其实啊无一定爱去急诊，因为随时隔壁迄间诊所拢有开。即摆无，你注意着吼，即摆拜6、礼拜有开的诊所，迄排拢排队排了，毋知去倒去，而且真侪拢是新的医生，你知哦？因为拄好开始开业啦，啊，你总也无开嘛，无人客啦，啊，所以你发觉，大家拢感觉讲好呢，大家拢即马，我拜6、礼拜我无爱看诊，放假无爱看诊，暗时有当时也无，有诶当时一工甲一诊，是安那？因为吼，即马你总业是安尼，我真正我做伤侪病人吼。我即区的迄个负责管的医生就讲，即个医生吼，哪会看遮济？林囝伊会甲你注意着讲，伊咧看足济哦，爱甲伊迄落讲一个哦。因家己的制约，因有同侪的制约哦。你即马突然间你收足济病人，你嘛无爱休困，一工看遐济，阮就会甲咱会扩大家己的意思。是啊，你费遐济即区的点子拢变少啊。咱拢总嘛就是100个，看100个人嘛是100个，你甲我看200个人，我是毋是变较少？所以大家就会讲，大家互相哦。这就敢若共产党咧食大锅饭。咱其实咱总业有即个味道吼。所以歹势吼，我毋是调工咧讲，就敢若抓药大鼎饭咧。嘿，所以就讲吼。进前咱有市场啊，照咱种自由的市场，就是讲你也想要看较侪钱，你较辛苦你赚。无咱即嘛无遮尔自由哦，因为大家会同侪制约吼，所以你若看伤侪，有当时迄区域的迄落，佮甲你讲一个，是。空车用嘛。嘿，直接有当时你怎啊，迄落甲你审的时阵吼，加减一寡迄落。所以大家拢一起。所以吼，即嘛你诊所无看，你是毋是来一起咱的大病院？第二。中间的病院真济无去哦，你看咱健保30年来啊，一寡中介医院啊，慢慢无去，趁无食。嘿，伊无好趁，所以即马你中无嘛，我中无人看，我是毋是直接去大的病院？好，第三咱阁无信任迄中的病院，因为你是嘛是恶性的循环呐，你这愈来愈强，这就愈来愈弱，我就感觉我眼看食复原，我是要去看迄个多出来迄毋知啥物人，我知伊会晓袂晓，是毋是？所以安尼愈来这2地涨落来，咱已经习惯啦。咱若有问题就去大病院，然后去急诊。有啥爱急诊？因为另外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讲吼，即摆有当时啊，你去一病院哦，你要排一个检查，要排一个开刀，无安尼紧，你知无？排足久的呢。排到偌久了呢？是毋是？即摆这样就先着去急诊吗？有当时急诊检查会较紧的。对。医生佫话你加撇步，有当加撇步讲你暗时吼，你暗时尤其去台北市联医吼，
去排，嘿吼，检查搁较紧吼，因为你急诊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这嘛无问题，这嘛无问题，这无问题，啊，所以大家拢去急诊。啊，谁啊，这里底侪当，照理讲，进前吼，啊，过年本来就是急诊拢是添甲要死啦，因为大家关病床嘛，咱台湾人爱等去过年嘛，所以你也免带病院的啊先转去，所以本来人就少。啊，大家拢无看门诊嘛，因为诊所嘛落去放假嘛，所以进前每一当过年本来就是病袂经时间嘛，病毒袂经时间嘛，你要心肌梗塞嘛袂经时间嘛，所以本来就是因吼，迄当阵拢足忝的。可是讲，就医师跟咱陈医师，这是谁来做急诊？啊，每一当就添一届，谁啊？这届忝爱出来逼出来，因为看袂到未来啦。就是讲，这个问题即马无搁改，后摆连急诊，伊毋是急诊护理师无，急诊医师嘛无。因为啥呐？医师也无啊。因为进前你感觉这些医师讲，咱安怎争取着就医师甲陈医师？咱以前吼，咱真侪年前拢讲，其实毋是拢迄多入来病医生，啥物拢袂晓再急诊。嘿，可是后壁毋是嘛？咱因为急诊的专科嘛，啊，这个专科医师伊踮遐就讲，我12点钟一班，我踮遮，啊，就是专科医师帮你看。啊，总讲安尼环境，进前感觉袂歹啊，我也无轮班，我就转去啊。可即马就像进前咧写迄个面册迄个讲，伊讲，问题即马护理师嘛无够，对不对？啊，即马大家拢无办法去你点管病房，拢是客咱的急诊，所以急诊本来用留观应该是讲你要单程还是要转去，啊，即马毋是咧，有人当逼急诊住院嘛，住较好才转去嘛。对啊。系啊，哦，几十层来等。电锅也炸来。系啊，电锅嘛来几十层来等。我问你，啊，这啥要顾？啊，这护理师啊无，啊，顶院的病房有护病比哦，吼，你讲哦，我烧烫伤可能1比几哦，安眠1比几。急诊无护病比。伊一直入来，你要护病变啥？你唔要给伊赶出去啊！伊去你袂出去，出袂出去，伊就客家有拢总。我之前有一个护理师朋友讲，伊同严重一届，一个人过36层啦。是要哪顾？你会惊无？你会惊啊！而且你佫毋是急诊的专科护理师，你是用叫来支援看到就医师拢面悠悠啊咧。啊，即摆安那，所以就调袂调啊，啊不调袂调，伊走起来换医生，所以迄个医生讲，我现在袂搁做，因为我感觉踮遮真无安全，毋是病人无安全俩，医生嘛无安全，因为我无办法咧合理的条件来做我医疗的这个服务，即摆出代志上要负责，所以毋是讲啊，你钱敢有较少，即摆钱。理论来讲吼，嘛是无讲足少，甲有一寡内科的主任比无一定少。可是问题你想讲真恐怖呢？伊啥物时阵要北康唔知呢？所以就是这么侪问题，拢是一环环相扣。你就是拄啊，总医就讲，因为你钱就是无够，你即马甲我讲30亿，啊，你有做倒手摕哦正手啊，我毋知这30亿倒摕出来啊，啊，无一定即马看到这个钱，啊，大着偌济啊，系啊。所以就是因为你整体的钱无够，你搁用总额啊，总额来大家抢这钱，啊，就即马就这个情形。所以其实即马出来讲，因为即马搁无改变，后摆若会愈来愈严重。其实咧，变做咱拢是加害者呢。咱一般的民众拢是加害者，想要享受俗的这个健保费，歪起价啦，一起价就化休啦。但是来就是惊赶出做。我先请教赵医师，赵医师，你今仔日敢有上班？我今日无上急诊，我今日是上另外，我有行政的工作爱做。工作。你顶一厝上班是几点钟？无，阮即摆阮是12点钟，医师来讲到8点到8点，所以你下早8点到永远8点。但事实上应该无遐准啦，因为急诊我较好瞧啦。第讲时间到，我就甲病人交后一个。是护理师较困难，护理师因有当下伊家己的工作未了，有当下下班了爱过一段时间。阮是处理了是较迄个。但是因为因为我是讲即个问题对阮来讲，非风险性是真悬，真悬啦吼。因为一个病人我看10分钟了，伊可能后壁2点钟是另外一个医师看的，伊可能伊等下出代志，我嘛有代志，因为我看过10分钟，所以讲，我是讲大家拢讲钱即个代志，我是讲钱毋是万能啦，当然有钱来是上好，但是我是讲另外配套措施，我是讲咱袂当讲急诊医师是去用陷害啦，我是讲真正受害的是真正急重症的这病人，伊是上可怜，大家拢甲
刀，或者讲向台18刀，啊，结果找无凶手，大家拢是讲我无代志，或者血崩是我带的。对，就讲一个血，一个石放落来，大家片的血花拢无认为讲伊爱负责，啊，但是规个就变做遮严重，所以我是讲有咧解决，有咧想办法，我是讲我总是好是正面，但是这问题除了钱以外，还佫足侪代志爱去处理啦。那是钱项，咱先莫讲。那毋是钱项，你认为上重要应该马上来改善的是啥物？当然，民众我是讲两个部分，咱急诊，因为大家拢检讨讲急诊，啊，你哪会遐侪病人落伫遐？我讲那病人来当走，我也无爱互伊留踮遮。吼，对我也无讲因为照顾伊我趁钱，因为我交互伊应该去的所在，迄品质较好啦。吼，我是讲病人来。大家拢讲轻症来急诊，以我来讲，我年纪可能原来看较久，迄个我1分钟看2、3个嘛是会使。但是我是讲这重症的病人创啥，伊去伊应该去的所在，我是讲后壁这段，我是讲优先爱处理。优先处理。优先处理。啊，透过咧讲病房，我来讲咱这医学中心，大家伊带急诊，对急诊的政策无共款。所以我就是讲，其实大间病院你也看，伊数据拢完全无共。这是所以讲，伊这讲原来内底原来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大间病院伊这管理会当改善。是，来，医生。急诊的患者伤济，尤其要观察的患者伤济，伤害的是病人。因为你叫我上班看40个病人，我要安怎好好认真甲你看，我无迄能力。啊，这问题要安怎解决？过去有研究、有论文啊，就是讲，你甲患者讲啊，你莫过来啊，这招效果会啥 minimal， 就几乎没有效。第二步是讲，患者收较济的钱，讲小可有效。上效是安怎？你敢知？伊是讲，你的急诊，做感觉我无能力照顾好更较济病人，就暂时挂免战牌，就我无要收新患者，除非你是威胁生命的重症，这就还是要看，不然病人会出乱子，会挂免战牌。那这样的话，这个制度的话，医护人员才有可能服务到固定的量，不是无限上纲。可台湾这一点现在目前是做不到，就是说硬要兵急诊吞下所有的，然后想个医师叫你看50个在急诊，你告诉我无法度。一定。实务上，恁病院敢讲歹势？我今仔日我才敢若收30个，那31个歹势，我这袂当收。即马台湾的民情是不同意啦，但是伫国外，这是到一个程度，你通报主管机关同意，你就会安尼做。我即马除了危及生命，我甲你看，其他拜托吼，台大病院离仁爱医院塞车5分钟，离马街病院塞车8分钟。闹差济，你知道吗？就说是可行的。所以，伊这个讲调度是这个意思咯。伊调度是讲，伊即摆叫伊行，敢若部立医院啦。伊讲对嘛？我就想讲，你叫伊行，敢若部立的啊？你来讲民间的病院，也是讲民营的，大家就惊了，必须甲你告了，甲你告到你安尼，对不对？所以这条其实是无效的嘛。但是这样来讲呗，民众怎样了解？你不危及生命嘛吼？啊，你早文江去另外一个病院，应该是会当接受。这是问题是民众不爱接受，所以急诊的医生甲护理师，都甲伊讲半点钟，你甲看看。叫累累安尼。对，这才是问题。我小弟好说起这来讲，恁嘛应该是定定做这种代志吧？我其实之前我大概担任急诊专科护理师14年，然后在急诊护理师我担任了快6年，所以加起来快20年的急诊经验。那在急诊经验，我们在做调度的部分，我们就是一直拼命打电话给其他的医院，像医学中心就会对医学中心啊，然后每次打电话，如果再找不到医院的加护病房、刚好病房，我们就会启动 EOC， 就是紧急的那个中心。对，紧急就是那个好像是算民间的一个就是管理
也不算管理，就是知道说所有每家医院的床数，调度了，嘿，伊会使帮忙讲，伊看伊床搁剩偌济，伊数字决定床搁剩偌济，啊，你可能会使敲电话去问看卖，啊，毋过无一定绝对正确，因为伊迄可能前一天问的数字，啊，今日回你敲电话给伊，伊甲你回答。所以有当时啊，阮咧转医的时阵，阮嘛是会敲电话去医务室，啊无较熟悉，今仔阮同学今仔日有上班，我讲歹势，你今仔日遐有空的名称嘛？系啊，我就问讲，你遐有名称无？啊无，我较轻静的，咱相换一个，看袂无安尼。那有诶，我相信有诶民众是硬死我，无我就是来呆呆，你佫叫我去换，我就无爱吧，应该是。这我解释一下，因为医院模式哦，伊是当看到讲倒位有床，但是因为交病哦，有可能是病人即摆咧开刀，等下伊要来进床，哦，所以你袂当讲所有空的，伊就要来，伊就要来啦吼。但是因为我做过这医院模式台北区的执行长10档啦，我原来看这资料，我是原来知影讲有的病医就是伊有空床，伊就是无要收，无收。对，这都原来是事实的代志，啊有的是。有的是伊有空床，病人都无要去，所以讲，这个要瞧这吼，含卖厝买厝共款吼，那做起落去。做歹人呢，这有影做歹人，啊民众啊家己啊觉醒的。所以这同大的问题就是安那，以前咱无办法讲，我即马正讲我的能力已经无够，我已经满床啊，你莫来，是因为咱台湾啊，咱急诊的民众家己行入去，伊用坐客停车来，伊用家己行路来。啊，唔是讲啊，我一定要叫火车载来，因为要叫火车来，因就知影讲倒位，因为当时因若满的时阵，会甲叫火车遐讲，讲莫阁送人来，阮才无办法收。所以呢，总讲咱若是甲别人共款，咱毋是讲你家己哦，客人车坐来，还是行路来，个人开车来急诊吼。总讲即种的，你就无法变讲无法收，这是第一个同步的问题啦。所以民众就是讲，啊，无办法，因为你想看嘛，连叫火车来载啊。救护车即马较严格遵守，就讲歹势哦，你是即区的，阮无跨区，吼，我就甲你送倒一边间，啊，即倒一间即马有迄落，我就甲你送过去。无讲我平常时就是等医师看，你家己知影我的病情，你是安那无甲我送去啊？我台北我就是要民生啦。我就是要你为大安区甲我送到北投去，因为我就是平常去看，佮你伊就甲叫我车撞计程车来做，我就是要去遐。啊，你要接紧去啦，就是讲，咱有一寡物件，咱民众的自主性伤悬啊，因想要安那就安那，所以这嘛是一个问题啦。咱有啥物机制互了解讲，其实你家己的选择无一定比咱专业帮你做的选择搁较好。啊，你用生活稳定，还是了后咱再来看你当时稳了，你再搁等去看陈医师嘛，淡薄拢有可能。可这是讲，我就讲，我嘛是几十年啊，拢嘛是安尼，伊嘛是共款啊，大家就是客人车去，就是要去伊的所在。我会记得20几档进前，阮就讨论过这个题目。系啊，啊每一家拢讲好，你即马我甲你听法，好，像讲你啊直接去台大，你也无转诊，哦，加偌济钱，迄加的钱啊袂疼。我讲实在，你也加钱无甲疼，甲讲我会想看卖，想讲外国吼，外国去地震啊，你也无代志吼，然后困一暗，伊甲来讲，练出院啊，你无代志，嘛是几千美金嘛，伊就会想你我是要去啊，我害。啊，如果是100美金，咱才想讲啊，就去看到嘛是较安心，嘛是去一个。迄袂疼，你就袂想讲我即马真正爱去，还是讲像当拄啊平林讲的。我现在无爱去药局买一个赛季完长就好。我要等你5我等你去医生看咧，而且咱台湾的民众偌自由，你知影？我印象中，我家己去过2届急诊，啊陪人去1届，迄届足好笑的。迄阮朋友啊，伊就是半暝啊，就胸坎足疼，胸坎足疼啊，毋捌听过，这个急诊嘛，想讲是毋是？因为咱每一个咱迄医疗资讯足发达的，大家看我一定心肌梗塞，我一定心肌梗塞，就去对不对？去到台哦，先挂迄款啊，就哦，你即马伤痛哦，即马好台。我头前排5个拢是胸坎疼，5个就开始哦，拢也甲伊做，即马佫足方便，迄心电图啥物就刷来了，开始心电图啊，吼啊，抽血讲爱做啥，心电图看起来，5个内底有4个，医生判断讲其实真正常，看起来应该毋是，啊，到因为看迄血内底有迄酵素有迄落嘛，看起来嘛正常。这4个就讲，恁小当应该是无问题，恁休困能转去。
唯独单一个互你送哦，伊讲互你送我来讲哦，你即摆情形，我感觉你爱小留者，互我抽第二届会，因为他可能怀疑，可能迄个心肌酵素还未起来，就讲你小等一下，我甲伊抽第二。迄个伊叫伊留的，去唔爱留，讲你讲，你是无代志，你看即摆无代志，我就是要转去。这就是台湾民众啊，想自由啊！伊先来讲，你留一个，你甲我抽第二届会，我感觉你爱迄落人因迄送伊来，可能因太太吼，是甲伊讲半工啦。医生甲伊讲爱个留，伊讲你甲你讲，我就讲无代志，你叫我来再安那。你就是咱无啥听，奇怪吼，就是咱有迄真专业的甲你讲，你爱安那，可是无一定要听。这嘛是，所以。就是因为所有拢是咱想方便做俗的，大家拢感觉我就是专家，我想要安那我安那。但是你讲到一个重点，如果咱即马所有的医疗费用吼，拢提悬起，大家会感觉会疼，啊，开了爱有价值，伊就开始去想啦。难道咱不管是健保当局，还是立法委员，还是会当来改革？因为即下现主是人因护理师。薪水都无够，我头仔看到这2月27，这策略用吼，伊讲吼全面性来提悬着病房的护理费，未来吼病医支付伫家人甲加薪顶头，今年要投入25亿，未来4年要100亿，伊这是要求病院，还是讲我健保内面会当因为你有做这项代志的人，我会当互你钱，一定。即马政府的制度吼，无迄个直接互医生或直接护理师的，伊互病院，病院阵啊讲再分配落去。这老实讲，我嘛都爱替施署长讲一句话啦吼。伊是执行者，伊手头偌侪钱是固定的，你要搁较侪钱吼，对啊，行政院还是立法院迄边才会当决定偌侪钱啦。毋是施署长他是执行者，伊无法度决定。第二讲头拄讲。台湾民众上欢喜就是台湾就医自由，要去倒就去倒，早起看台大，下晡看营总，暗时搁看中间，嘛无人管。第二是俗，一日三访安尼。头拄伊讲的基金部，即摆才收20块美金尔，搁无30块咧，700-800块，所以毋是几百块，20块哦。所以，但是政府知影，你要改善，你怎啊甲费用调悬？护理师、医师、保健师、药师。也较愿意持续奉献，这是一个条件。一个就是说，你要有秩序转诊，就可以减少这些病人到处跑的问题。但这2点都违背了前面讲那2条肾牛，便宜方便。所以多这2条肾牛，你摸他屁股可能被肾牛踢到，这骨该塌了，所以要小心。问题出在这里，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这个在国外的彭斯顿教授写个文章说，台湾的保险做非常好，但他要调整健保会什么什么，他说有 politically sensitive， 政治上非常敏感，这才是问题。所以这吼，全民应该无强势，到时阵就是护理师甲医师大家拢罢工。亲像迄个韩国安尼，规个拢罢工啊！恁护理师，但是这几档应该有亲像头仔人像陈院长因。然后加薪。有，其实阮有调查过，大部分的病院拢有调4%的薪水，啊，不过你看物价调50%，啊，你薪水调4%。我有看讲，因为你若加班算的，有当时是无算钱。对。算的，若抵起来讲1点钟才10几块。10几块尔，袂好。比迄个。安尼我头一个就想，那不如来去有饮料。系啊，饮料一点钟嘛有100几块，150。系啊。哦。你看赢。无啊，逐个都要做好心的。你要安尼才好着，啊有通看先生，啊要健康，啊你无小点立只，但是合理。我要想讲，咱合理，譬如讲，咱2400人，2400万人，每一个人健保费加一点啊，甲无法度。加100，加200，安尼无效，安尼敢无效？加100块，健保就有300亿的收入。头拄你看最近公布的，讲要互护理师伫基金部顾护理费，一工170几块，请注意3班哦
一个护理师顾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才可以60块。顾一个才60块，比剃头较俗。无咯，剃头人即摆拢千外块呢，拢1500块才2000块呢，所以钱应该是一个必要上基本的物件啦。但是他就医师也有讲哦，除了钱以外，咱整个体系要安怎来铺排，啊，佮民众意识这3项，啊，佮有啥物其他？因为我看吼，这内面还佮有制度性的，伊讲爱强化病床的利用效率啊，而且吼区域之间，比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区域之间，伊讲吼新北交界甲即个桃园交界，有一寡病院尤其中阶层的病院，无人要去啊。我听人讲，其实吼台北市的联医啊，迄拢无啥有人，急诊拢无啥有人。啊，我毋是讲台北联医无好哦，其实大家拢心态拢是安尼。这边呢，一时之间，我都按扭转，大家拢要找就医师啊。嘛是无啦，因为我当急诊足老啊。但是嘛，讲你接来还搁咧做实习医师，吼，大家嘛是安尼看，伊认为讲急诊的拢是较肉骹。大家看认明着，这就医师是老牌呢。无，但是我是讲，其实钱是一部分，不管安怎增加，无法度买受人生。但是你上无增加有一个态度，互咱大家就较愿意。增加我无法度买受人生啊。对啦，迄一点点嘛，这我嘛知影，但是我是讲好生意有够，但是我是讲。即个内底，大家咧工作的风险，原来注意啦。那因为我是讲，我做东京护理师，因咧工课，阮开一个order，开了差不多3分钟，因就爱做30分钟。哦，我用嘴讲较简单，因咧全部较简单，大家爱体谅。所以讲但是做当时病人堪因大细声，我就出来处理啦。我就讲这是咧骂我，毋是咧骂。我就讲，这我开的迄落嘿，我来去解释。大家阮那护理师、医师，大家都爱合作，创啥其他检啦，创啥大家爱配合啦。我是讲，我民国80年我来，我是讲迄个工作环境原来真歹，但是大家真合作。所以我是讲迄个时阵大家气氛真好。到即马。足侪毋是老兵不死，阮了搁咧拖遐少年了都翘起，老兵不死死新兵。我是讲安尼这袂使，少年的拢要退休，这我是讲这严重的问题。医师原来要退休，大部分拢离开急诊这个是我是讲大家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民众的部分，我是讲我原来爱讲，台湾的民众其实大部分真配合。就讲大间病院来讲，你。门诊的病人和急诊病人大概3%尔。你1万的病人门诊一日，急诊300个尔。你只要门诊1/8的病人，近来无爱看门诊来急诊，急诊就增加33%。所以讲，2趴我就错起来啊。对讲，所以讲，其实大部分拢来配合，但是我是讲大家爱有这个体谅，就是讲你无珍惜这个资源，最后若放弃。你若有一日变做重症，你就要紧啦。我是讲，大家要安怎想，最后有一日会即个代志啦。因为我年纪原来变大，开始咧烦恼讲，我原来有一日会去送去急诊，可能会死到急诊的走廊，所以我开始咧关心这个问题，是我会变做病人。这个是所有大家人拢都爱体验这个代志。你甲这个东西为方便性袂伤害生命，但是咱这。若是讲中风、心脏病，甲是讲车祸重大事件，你原来需要人优先甲你处理。你即马若是小可小病，你就毋通当大细声伫咧讲我来等遐久，急诊变慢诊。即个我是讲，这大家爱互相体谅啦。因为即个问题是复杂问题，卫福部伊即个，我是知影讲因诶原来真辛苦，但是就讲即个问题爱有一个管理诶策略。毋是干那钱落去，因为大间病院会处理用这钱安怎处理，我是讲还佫另外一回事。但是大部分都爱联合做伙，安尼较会甲即个趋势甲扭转转来。是，咱也讲过足侪届，
咱台湾对医疗的投资不足，敢若占 GDP 不足7%呢，这其实是无够的。吼，这吼，那认真讲，这立法委员应该拍下声，吼，但是立法委员嘛唔敢大主大意来起这哦，吼，这创落去可能啊其他的办，但是无呢，今年就统山啦，今年产地甲遮济着吼，要加薪要创啥？咁无法度做呢？就所以咱就讲了遮济摆着咧，无法度做嘛。咱健保30档，拢总真正起价是2届，应该算3届，吼，3届，3届拢总2个卫生署长甲2个落台，一个无落台是陈时中，现在无落台，因为当初 COVID 嘛，无可能叫伊走嘛，所以有前车之鉴呢，大家想着讲要调这健保，大家拢会惊。其实是无落来倒掉。嘿，大家就想讲，总共你也想要做官，还是讲你即个想要爱选票，你就想讲我敢要去。所以我感觉咱爱先讲甲民众来沟通啦，吼。是安就讲，因为其实咱2025年咱已经超高龄社会啊，5个就一个超过65岁，咱知影几乎所有的毛病拢是你愈老，你发生率愈高，用造出来。所以你知影你病的人会愈来愈多。你需要医疗照护的愈来愈多，佫即马佫有遮尔济新的药啊、新的技术，你进前袂活，即马拢会活。你即马以前你讲大 S 啊，有人讲因为伊无用叶克膜，所以就迄落就对啊，你以前袂活，后来叶克膜推面就活啦。叶克膜嘛爱钱，以前肺癌的半当就无啊，即马肺癌食迄标靶已经第4期，食10年的嘛有啊。所以这拢是新科技爱钱，人口老化照顾爱钱。所以咱想讲，是安那爱遮尔侪钱，咱等于30档拢总起，实际是起2届，因为有一届佫落转来嘛，吼，所以起2届敢合理。你讲无啊，用政府来帮咱出钱同好啊。我感觉，所以咱爱想的方法就是讲，其实你无爱出钱，无一定有省着。因为你想看觅啊，咱即马病院，像就甲韩国迄演的共款啦。真侪医学中心通谈的第前3名，就是停车场、美食街甲殡仪馆嘛，吼，就是讲伊个非医疗、美食街、殡仪馆、非医疗项目，将是伊趁钱的所在，安尼敢合理？虽然你讲恁做医生莫想着钱啦，恁那服务啦。但是事实上吼，这30档以来，咱天良讲，医师也好，还是护理师，伊薪水的水平吼，甲这个物价无成正比呢，无比了吼。同恐怖的代志变成减少呢？同恐怖的代志是咱每一届咱拢看到讲哦，台湾健保 No.1 对不对？可是你要看一寡数字，无一定够有遐尼好哦。因为讲平均余命这件代志好啦，吼。咱之前啊，咱台湾人是活了比韩国人较长哦。咱这几年已经死亡交叉，人活比咱较长哦。是安那？咱基因共款啊，是安那？即马韩国人活较久。第二个你看吼，之前有讲咱你有看到咱胃癌啊，5年的存活率啊，偌低，迄甲韩国甲日本比拢差足多呢。所以莫阁想讲哦，咱拢偌高，其实咱一直拢讲无爱出钱，咱家己想要省这个钱，你爱付出的吼是你医疗品质一定会拍折。第二，咱愈来愈侪这动静啊，无人做，你后摆你渔民你看，你继续观察，无一定甲韩国，后摆有其他国家嘛会超过来。所以你总你也想讲你省着钱，你开着命，安尼敢好？所以咱想讲，咱大家出一寡钱，互咱的医疗品质来提升。我想讲我爱去健保，因为人讲不要紧啊，阮去买保险、商业保险。那在讲商业保险每一箍拢是你家己出钱的。我去健保，我出一部分，政府会出一部分，你的头家嘛会出一部分。所以你讲我多出100箍吼，可是政府甲头家要加出600箍、700箍。但是他都苏先生，你讲到这项吼，其实是对大家直观来想，就是讲无合理啊。是安怎？我甲拍拼看医生，我会去当这时的人来讲，你毋通看伤济，你甲阮的这顾大拢用了，这中牙关节这项代志，咱都无法度检讨嘛？这医疗，咱的投资不足吼，看这个表就知啦吼。这伫台湾迄阵啊，伫2020年6.6%，哦 ，GDP 的6.6%，日本11%，韩国8点多，美国18%。最近一个 data，2022年
韩国到9点多，日本11点多，英国11点多，台湾6点多，所以岛诸不久。啊，你讲的未来要治疗活愈久，妈都要开愈多未来的钱啊！啊，你无钱无开，哪有可能安尼？所以我就说，我们投资不足是一个关键。哦，真的要动这条肾瘤，要调整投资不足，跟我讲的就诊的秩序的规划。但是这两个肾瘤，就是你要很有勇气的政务官才能做。唔惊要读就对啦。所以我唔才讲，咱比如讲咱民生好啦，那讲我来坚持要支持讲医疗分级，恁有想要做嘛做嘛，无一定做会起啊。因为你总也无用规定的，敢若我民生讲你只要轻，你袂使看急诊，你去别位，我操，叫我麻死。都要转告一直讲啊，只要病人太多到某程度，轻症缓看或转走，要同意这一点。只有一个医院做，那个该医院活不了。这爱大家同时间做啦，互你袂当走。制度，爱制度性啦，吼。但是这我想应该要开一个国事会议哦。哦，这说来，尤其护理师的问题，咱头看到这，伊讲吼，离职出国的这退休的20%，他带这个尤小姐甲我讲无咯，即马真济出国的，出国要10%，拢流失去啊。对，因为即摆阮足侪同学的啊，甲我差不多年纪的，拢去准备要去国外发展，因为国外的护理师无年纪的限制啊。我70、80岁嘛会使做护理师，而且因遐轻松，一个人照顾4个就好啊。无像咱一个要照顾7个，还是一个照顾15个，甚至50个。50个？对啊。50。急诊嘛，急诊50个啊。像恁大家，哇，规个头壳脚趾边就冷去，一个照顾50个。对，你困一练，有的可能翘起拢无看到。翻床率啦，它的翻床率很快啦。但是这实在是完全是无合理的物件。那大家，这应该是讲伊这个病医的这个管理阶层，拢知影这个问题嘛。这个特别困难。阵啊，起码像美国安尼1:4，大部分的病都在规床40%至60%，啊，你要住院你更加困难啊，歹势，一半床拢关起来。所以这个要行政调整一步一步啦。你好像冲一步吼，大概关50%的床，啊，你看你要住院是毋是更加困难？无这有人想讲吼，就会当脑震动来治疗啦。但是这个社会可能会错起来，这我是可能无多啊。唔错啊，对。但是我是讲，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所有大家，阮做这行大家拢知影。我就讲，这敢若是一个房间内底大窗，这条窗伫遮，大家但是拢假做无看。哦，就讲。咱透明的。对，但是我是讲，这爱面对，但是这爱慢慢啊调整。但是这个方向爱真确定啦。因为对我来讲，我是讲。像讲以急诊来讲啦吼，看的病人来一位数，看了爱等病床，这是另外一回事。那按等病床的伊的标准爱含病房共款。吼，伊偌济医师我说护理师，因为伊是住院的病人，但是来的时阵会当讨论。吼，这像新加坡甲是香港，伊就真明显，伊的门诊有的是一间病院一日1000个，短300个要阁是算伊小可，但是20-30个在看。看了未超过8点钟，8点钟了，这个病人去倒位就去倒，就消失。安尼时阵虽然病人蛮困蛮久，但是你袂感觉讲分级，分区域，而且我是讲中牙关节应该好好来检讨。无伊有足侪配套啦，你若无配套措施，无中牙关节，你也钱也无增加，最后的下场嘛是。无钱是一个大问题。通过护理师咧讲，我是讲工课上济，人上少，主要就是安尼。但是因为投资无够。句话哦，你讲完，对，工课上济，人上少。对啊，大家愈来愈老，所以讲工课愈来愈济。所以讲我是讲这大家爱面对这原来是大家民众，大家未来。民众爱讲哦。对，爱有讲哦啦。民众爱讲哦，家己若是身体辛苦病痛，先想好。唔通安尼动不动就去
找基金，爱保护这个资源啦，吼，就讲，互大家有法度慢慢啊调整的这个期间，大家爱配合啦。吼，当然我是讲，爱真困难哦，啊，佫真困难哦。其实足侪民众原来伊有即个吓，吼，有诶伊来挂号伊来讲我歹势，我因为什么原因，我搁后来免讲，我直接讲较紧。啊，伊会感觉讲啊，伊来看歹势，我是讲安尼我已经 OK， 我要紧啦，我无差。啊，但是大家互相尊重，大家互相有对即个制度，开始对人员吼，爱有一个感恩啦，安尼靠法度永远安尼落去。感谢四位，感谢。